無論今日法庭判成點，對方家嚟講都係冇贏家嘅。珠寶大王豪門爭產，一家人對簿公堂。作為一個市值幾百億上市公司嘅領導者，4代家族嘅守護人，佢哋絕對冇資格分到1分1毫。我阿爸色迷心竅，咩都聽晒個女人講，就連份家族信託都俾埋佢管。所有流住坊間血嘅人都係因為呢份信託而失去咗好多。奪命車禍，疑點重重，幕後黑手就在身邊。如果當時主席不論任何原因無法履行職務，公司所有重大決策都係由我呢個代主席去決定。佢哋寧願翻去霸住個位，等佢老豆一死，接管間公司。遲啲肯定狗血個宮鬥劇，流住我嘅血。佢哋做過乜嘢？佢哋心知肚明。金色森林。